苏志明5分钟会晓罗马字。这篇语音内容是对苏志明伫1991年10月台文通信第4期写的台语注音简历网络改编来的。这篇底文落尾编辑有特别讲，苏先生拄学了15点钟的罗马字。1991年学15点钟罗马字的人，甲咱干那5分钟就会晓罗马字。台语罗马字的基本部分上重要，下底20-30个字，包括所有的主音甲母音，5分钟就学会晓。巴、拍、滴、去、久、区、这、车、无、某、啊、甜、伤、生、学、人、绕、满、领、音、形、中、水、歪、电、飞。其中特别爱注意的读音 ：o a 读做我 ，o e 读做话 ，e n g 读做英 ，i a n 读做 n，i a t 读做会 ，o n g i o n g 内底的 o 读做 o。尾仔是 p、t、k、h 结束的字，读动音 up、at、up、啊。母音顶头有记号的是字音的声调。台语罗马字真简单，真科学，真好用，尤其配合个人电脑，非常的 powerful， 比中文输入紧几若倍。请大家来使用、来推广，用台文思考、写作，安尼才会帮助台文早一天普及。